各位，欢迎各位收听关怀广播电台趣味隔壁节目。咱今日是要来专门来访问分两个乡长林世明林乡长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明，分两乡长。这分两要讲这分两甲林乡长甲要选议员代志以前，大家较关心的这电影的代志吼。这个27号今仔10几吼搁一个后礼拜。今仔18，嘿。拜六下晡吼，6月27拜六下晡2点要放出台语的吼。咱一个用一边台语一边外国话吼。这批台语足出名，这一只叫好舅舅吼。这出电影真久，1966年代已经50年前的吼。迄阵这汤美云吼，迄阵也笑李天禄吼，我去上报道以后去上李天禄吼，因演的吼，叫好舅舅，迄故事足感动吼。这旧片，就是已经搁整理好放互大家看吼。6月27下晡2点吼，咱管台语文园区每个月拢有放出电影，像一款的本土的，一片是外来吼，北京去片的，还是英语的吼，外国片款的吼。即摆是放台语片吼，旧片啊，当然是旧片，较稀罕吼。6月27下晡2点吼。今仔乡长吼，咱先来讲分两啦吼。大家问讲分两，其实分两即个分，毋是即个分啊，食薰即个分。是。知影嘛？伊长讲的正确无毋对。是安怎做分两？你讲互大家听者吼。分两伫清朝的时代吼，因为咱分两栽种足侪咱的薰草，即个薰草一直传来，伊当初咱就分享你要去倒个，我都要来迄个分享，即个分享就安尼甲迄个音结合起来，薰草的薰甲尾变成芬芳的芬啦吼，分享即个名真水嘛，真好听，就演变甲即嘛呢。实际上有较老伙拢知影分两是较早种薰啦，比如咱咧。天气较特别吼，土地较特别吼，种薰草，阵日本时代就开始，为清朝就有咯。对，为清朝开始。日本时代薰嘛是专卖，国民党时代薰嘛是专卖，所以薰两阵逐个趁足侪钱啦吼。薰草甲我第一啉的时阵也有种。即摆无咯。真就是迄当初公卖局无要收的时阵，我第一啉要买遐，甲全面安尼停止，毋知无啊。即摆会使种啊袂？即摆无，拢无哪种。分两一个所在，因当初咧种的时阵有薰楼，嘛几落间的烟炉啦，咧做薰加工起。咧烘着。用薰草淡青。甲烘互干。对。我即摆是袂使种，还是无咧种？都无人咧收，因为即个袂使讲民间家己去。袂使吗？民间家己袂使去做薰嘛。咱台湾敢有禁止民间种？因为进前是拢公卖局去收购遮个薰草，因为迄薰制作也足复杂，所以民间也无人咧做这薰，无，并无禁止吧？这着可能爱过去了解一下。我记是无禁止啦，因为薰甲鸦片薰，甲毒品无共款，甲迄种讲做大麻咯，啥无共款。是啦。薰是无禁止啦，我无啥知影，像是处理的问题有闲倒来研究啦。所以你做2年的乡长，你感觉你做乡长2年嘛吼？即摆是第8年嘛吼？第8年。第8年2年乡长，你感觉你做乡长甲以前的人乡长有啥无共款？甲院长报告啦吼。报者袂要紧啦吼。其实对每一个时间点，人因咧做的重点，甲咱即个时间点做的重点无共款啦吼。对2任乡长当初第一分享的建设，咱嘛是肯定。咱讲咱家己好的啦吼。就是讲，第我的任内，迄当阵自来水的部分，社口即个街仔路的部分，甲一寡旧建筑改建，也是整修古迹整修，也是讲当初第二阵若佫读伫我接的时阵，拄着足侪问题，
啊，佫有一寡咱关公地区，咱分行公所管会着的、管理会着的，当初像跳水古道啦、倒位啦吼，啊，伊迄设备啥物拢无够，啊，即个部分啊，我无起大楼，嘛无大兴土木去做新的物件，我就是甲旧的啊改进的啊，恢复原貌的物件啊，一路安尼甲做。啊，自来水当然这是现代化上重要。我接啉的时阵17%，到我落啉，我讲我要创到65%，吼，我落啉会创到65%。整个就是讲，互分行的体制做一个改变，啊，改变了，到后一啉的时阵，才有法度一个做整体讲，啊，要安怎发展去规划。其实咱民进党的乡镇长咧做较无共款啦，毋是咱咧。思考的方向无共。咱较会认真做较实际啦吼，乡长。啊，因为咱也无咧买票吼，所以暗暝佫趁钱转来，所以确实无共款。不过你讲60几%，咱山顶几啊村，伊到即嘛无自来水嘛。山顶伫咱大规村，山顶有规村。大直、中仑甲东安吼，伫20多年前就有啊。都因电影都有做。嘿，啊，所以我讲的17%是山顶，山骹全部拢无。电到山骹无。山骹无。是安怎山顶电到有怎啊？山顶因为因咧吼要食水无水，你弄井嘛弄袂着水。所以当初是为山顶先解决。对，啊20多年前吼，伫威南岛迄边的自来水安尼接过来。接山顶连。对。啊，山骹电都无。山骹着即个原因，嘿，鸡仔拢无，啊原因有足济啦。第一就是讲早期人自来水食了习惯，啊水源拢无问题，因着感觉歹。啊，我的情形之，免纳钱就对。嘿喏，嘿喏。水钱家己压。啊，家己伫遐搁省纳钱啊！你讲房底钱啥物以外啊，啊，即马就是讲发现着第近来，我接任的时阵发现着东尾抽无水啊！啊，抽无水，你一口井，你较早因为水源丰富，嘿，下降，你当初弄的拢无够清，抽无水，伊着爱搁去开钱，啊，搁较深的，啊，对因来讲一个危机啊！搁来讲就是讲。即个时代演变，地下水的水质的变化，甲农药、山顶农药安尼咧洗，你其实拢会烦恼啦。啊，第我接任，我就想讲吼，毋着卖啊，啊，着拜托咱有位秀芳啊，吼，啊，这吼，咱若无解决分行，搁较安怎吼，嘛无，咱讲的拢无出路啊。我无想着讲电到鸡仔路吼。无是，我想山顶啊，做啥物村啊？三村你讲大直。大直啦，中仑、东安。东安。嘿。你拢是山顶。对，山顶。139线来啦。伫个啊做啥物？包括山桥做啥物？挂山路啊，啥物路？无，伊迄叫139。啊。大樟路、大江路。139诶，看过迄边。对。毋是做八卦路。八卦路是伫南投即站。啊，咱若分行即站叫大江路。大江路。139的。咯，啊，拢共一条139线，拢共一条。所以我无去想到即点，就是讲，咱无拢是鸡仔路才生活自来水，天天变做倒反了对。是。啊，什么地下水，是讲若水质当然是无咱现代化的自来水较好啦。所以当初要做地方要装水，百姓敢会支持。即个过程，我头先是收集着意愿书啦吼，啊，一串一串去甲讲说明会啦吼，一串一串去甲因讲啦。啊，伊当初收是收了。恁迄几村，恁分行几村？阮分行哦，15村，啊，头有6000几户。山顶3村，下面12村。对。啊，鸡仔路几村啊？咱即摆普通。其实我拢分讲山顶啦吼，啊，较我草屯即边过来就是咱下较中杂的遮啦。你若讲较我从草屯即边就两村嘛，较我山顶就3村。啊，整个中南路即线，安尼就是安尼几串10村啦。6村。10村啦。啊，当初村民哪会支持讲你要种自来水？啊，咱著爱甲，嘿啊，著甲讲啊，著。迄是你选举的证件。对。是啊，迄有一个缘故，就是讲，当初我做秀芳的助理的时阵，我发现着山顶，伊吼3村有无毋对，但是较我中华即边讲有迄50-60户，迄拢人搬了，结果因的其中一个就是搬出去即个砖头的原因，就是遐无水啦。啊，去拜托咱的委员黄秀芳吼，
就是去甲自来水参详。啊，因当阵啊吼，你毋管是一户牵迄地下水足，地下水嘛无通抽着水。自来水来讲，去管线足贵。对。所以一户自来水厂毋肯嘛。伊有足侪原因啦吼，啊，连个甲你讲，南投迄边送过来水源无够啦吼，啊，佫甲你讲公路的费用真悬啦吼，啊，但是伊当初甲收访委员安尼做伊的助理去甲完成我会记得是55箍啊56箍，咱迄当初甲发现着讲，自来水确实第一份量是足大的基本的需求。所以你街仔路遮电咯，啥物迄头壳拢无用自来水哦。无。我毋捌听，我毋知影呢。所以说互足久，到当时因才接受。我上任开始说好啦吼，啊去收集着议员数，甲收2000份，2000份咱着摕遮落来，甲自来水公司、甲水利署啊，拜托委员你甲水利署哪有关系？啊，因迄严管工程因来补助。自来水公司吼，即摆咱讲的讲，你要装自来水吼，延长。伊有几个方案，就是讲吼，你这是无自来水地方低于70%的叫做无自来水的所在，伊有一种补助的方式，就是讲水利署补助即个供线费。这毋是自来水公司的代志，自来水甲是咧做灌溉。水利署伊会去补助。补助时间，补助互自来水公司落做时间。吼，即种诶，咱政府有补助诶情形之下，咱民众就免负担较济。吼，你若有自来水，你人用好啊，你要搁去清自来水，你这供线偌长，污偌济，你着爱缴偌济咧啦。咱这就是无自来水地区，所以迄当阵就趁即个时阵你说服遮个民众，你安尼甲讲，伊嘛接受，就是讲，你开偌济，佮退你偌济。所以嘛是应该互因知影讲，咱的自来水公司送的水较卫生嘛。爱甲讲啊，你也甲像遮个物件，像院长讲的，你著讲伊甲咱把关。伊有问题会使找伊，你自来水一年变化无共款，你食了会落屎，你嘛无袂对。你食了安怎累积落，铁质啦，啥物石灰啦，你长久累积落，你家己嘛毋知，迄加危险的。地下水逐年咧抽，已经往下降吼。对。嘛有可能农药咯啥吼。对。你若落雨弄着冲落。冲来咱的地下层内底，你只有对啊。所以到即仔，你到当时你讲60%尔，表示还佫足侪人无。我落任，我按算要到65%啦吼，会佫刷落后一任吼，我相信嘛是会佫刷落做。你也无咧做乡长咯。咱嘛是爱监督啊，咱嘛是爱来追踪啊，嘛是爱甲遮个工课做好。即摆无自来水，会倒一串无自来水。饭仔坑。溪头。甲一寡山势，像旧城大埔、元庄、俊墘、迄个县庄进分啦吼，伊迄第一山势海拔100公尺以上的吼，伊即摆爱佫有加压站，这加压站爱较后尾啊，才有。所以还佫有一部分。因迄地区无水少啊，毋着靠井水啦，愈悬井水愈歹压，敢毋是？第一我拄则讲的，山顶迄三川吼，人顶头有自来水啊。我拄好是吼要悬毋悬，要下毋下，像我住的所在叫大埔川。大埔川我遐嘛无自来水，虽然阮下骹拢讲拢用好啊，但是我遐无法度啊。塞袂去，所以因第一半山腰啊，倒位爱设一个加压站，到时遐啦，加压站用好水，甲佫塞来第一，要悬毋悬，要低毋低，即个所在海拔100公尺以上的遮，到时才有水安尼啦。是以前的乡长啊，安尼无用即代志咯，是干你才开始咧注意。我以我的了解，曾经有想过，但是无去推动。无去。就爱足用心，甲选民
说服，而且个有人去中央去申请补助啦吼。着秀芳委员安尼，咱甲有共识，伊对咱分享是真正讲诶，有史以来对分享上好诶一个地方委员。嘛是伊诶本票区，嘛是足侪人支持。是。啊，你即2年诶乡长除了自来水以外，也有咧关心代志哦。分享。我先讲竞标诶，叫做保重市嘛。你拄仔咧讲起关公甲一个叫做文物诶管理，还是维护，还是维修，迄庙本身有啥问题？因为保重市伊即马吼，家己有管理委员会吼，所以咱自较早咱甲保重市着互不隶属啦吼，所以因迄无属于咱公所管诶，颠倒是较属于咱县政府迄个文化局啦吼，民政处啦吼，因去处理诶。我讲诶，我诶部分就是讲，较早旧公所日本人1935年起诶迄间公所，迄叫即马已经当初已经列入3级诶古迹，县定3级诶古迹。咱公所无起新诶吗？我即马讲诶2个部分，第一。当初旧诶公所也伫咧，但是用铁片拢围起来，伫遐围20-30年，即马咧办公是新诶。嘿，新诶是1984年，迄当阵起诶，甲即马啦。旧诶围起来拢即马。拢天顶天棚嘛，拢放落啊，边仔拢倒去，一寡发草发树等物件。甲整理嘛。我就是甲整理起来。安怎整理？甲文化部县政府甲咱争取经费，即马已经整理到4年啊，所以整理甲足水诶。要做啥物用途？即马用途就是做展览活动上课，过来有一寡特殊诶需求诶时阵，像观光有人来甲咱预约，咱着甲带来咱诶遮来参观，所以是算公所诶我做产管一公所诶嘛。对，咱即马管理诶啦吼，就是主要是咱管理诶啦吼，咱整个利用率吼真悬啦吼，嘛当初有拢好咯。好死，伫遐已经起好4年，拢陆陆续续咧办艺术展览你讲铁壁围起，只无围起落啦吼。已经好啊，所以拢看会着外观。迄吼是日本人安怎起诶，咱着照日本人安尼甲恢复。即个整个用起来，我相信吼，伫中华你要找共款诶，遮水诶吼，嘛无遐好找啦。但是我自信就是讲，当初开较侪钱，甲整理起来，对一个乡民交代嘛，对咱中华文化资产即个保护一个交代。有啥物演讲啦吼？展览拢会当用嘛。最近吼，甲院长报告，我已经伫咧3月、4月、5月、6月，即马即几个月，一个月拢办2场小型的音乐会。这是其中一项，就是音乐会，我拢请唱台语的少年人来办音乐会，大概嘛吸引足侪人来听。足侪人超偌侪人来听。迄个所在会使内底低头百几个。我大概拢头有迄个耶稣，因为吼有诶拢坐到外口。伊甲活动中心性质有共款？无，迄都活动中心定活动中心。活动中心是传理诶嘛？对。你若敢有理拢传还是拢？拢传啦。恁诶活动中心做啊少？活动中心伫咧每一个庄头拢基本上拢有一间啦。即间毋是算活动中心。毋是。你即摆甲号做啥物名？庄亚所。庄亚所古早名。这日本人甲号做庄亚所，就是较早日本人办公诶，敢若公所诶意思。较早战后咱国民政府来诶时阵，就直接甲改做为分行诶乡公所咧办公啦。即摆搁也恢复庄亚所。搁顶头诶字嘛，甲号做庄亚所。恁有派人伫遐咧管理吗？有啊。公所派人去。图书馆会负责诶。属于图书馆的，对真好。所以你即8年对啊，这有搁做啥物代志？我整个社口咱街仔路吼，公所头前诶整理，包括着一间较早19
就70年前有一个卫生所，因咧当初嘛是内底放点仔甲放割草机，放一寡哩哩扣扣卫的。生所另外佫起好咯。无，我无去，我只是甲恢复佫甲整理尔。啊，你嘛是一定有卫生所啊。啊，卫生所因原本的就搬去另外伫环保公园迄边啦。哦。吼，啊，我旧的因当初等伫遐咧用。等伫遐啊，等一寡器具啦，点仔加规包迄，啊内底乌暗暗啊砍掉的。我嘛是甲掀落开厝啊，用啊边仔灯整理，我无甲弄掉嘛，无起身的，因为迄间原仔真有保存的价值，70-80年的建筑啊吼，啊内底安尼佫甲用好，内底我办公厅无够，我即马就业服务站啦，自来水公司叫因拜三拢来分享服务，啊无阮分享无自来水。甲咱收费啦，甲咱服务拢无，啊内底佫有办公的，啊暗时佫互遐跳舞的拢伫遐咧跳。一礼拜当中，因要来几工，互因伫遐会当冷气吹，啊内底空间有够大，因要第一包围共照张地，啊有当时啊风赶，啊拢伫遐咧跳。恁公司佫提供即个所在照明、冷气，啊，恁的经费有够吗？有啦，哦，讲着经费，院长，你甲我补一下。啊，讲我上任的时阵，负债3400多万。举债哦，我做8年无借一角银来开，无去举债一角银。我落任即马吼，顶昨仔咱代表会开会时阵，我搁出2亿4千万。你是安怎赚侪钱？啊，靠收房啊！收房。我着欠公所开中央。我咧讲毋知，听种朋友安尼有知意思。我是补助，恁敢有啥物收入？恁嘛无。恁公所除了税收以外，敢有啥收入？无啥收入啊。靠补助，啊，你有欠起来就对。欠起来啊！但是我嘛建设照做。对啊，足侪所在拢就讲补助开了，啊，搁借钱就借，包括县长嘛是安尼。我拢无借啦。迄个周清刚做县长有存钱吼。啊，搁有遐国民党议员骂的，讲有钱毋开，啊，到尾后壁就开始借啊。啊，即摆毋知几亿咯，算百个。百个啊！彰化县政府是算百。所以恁无负债啦。无负债，即摆搁剩2亿外，2亿4啊。你若还侪钱，2亿外。啊，阮着欠啊开啊。啊，代表会袂发，讲啊袂特做会开。因吼老实讲啦吼，开钱是真简单啦，你要安怎开吼，迄种就名簿，你甲定了钱变落拢会。但是我着无需要安尼做，像讲起大楼，起的你嘛是爱去管理，但是大楼起的你到底要创啥，你家己嘛毋知。有需要才起的。对啊，啊我拢用整理的，啊整理的拢叫文化部来补助，啊我迄旧卫生所是叫迄33国家风景管理处来斗开。无，咱才有经费通啊请，咱着去请啊，安尼对咱乡亲咱嘛有帮助，咱毋免阁开遐济钱啊。对啊，足够。是啊，啊我阁整理着环保公园啦吼，遐囡仔较早吼伫遐树仔种甲规个土堆，即甲规个一个环保公园哦，内底食毒的放尿放屎，啊内底吼毋知咧创啥的啊。都真正公园无成公园，我甲整理甲即马囡仔假日啦，阿公阿嬷、老爸老母带囡仔伫遐咧耍，啊，风雨球场伫遐已经看好，啊，逐个久办。风雨球场。嘿，拍篮球的，哦，较早无看厝顶的啦吼，即马甲看起来，啊，办活动，毋管是即马我任来篮球夏令营，啊，篮球比赛，啊，佫有一寡活动拢伫遐用，迄嘛真方便。恁乡。我是讲，咱分两乡是足散，即马看起来比别个。全景啦，全景阮拢咧靠洗家己啦。譬如讲，咱中华市公所，啊花旦乡公所，阮拢对我讲，阮是分行嫌艰苦啦。阮无讲乡公所，阮是嫌艰苦。是无简单，所以无怪你第2任选了足顺利当选啦。无啦。你第2任选敢有人甲你拼？有啦。拼赢差偌济？差一半，差一倍啊！哦，你赢伊1倍。嘿啦。所以百姓也无辜负你啦，有了解啦吼。真甲咱支持，老实讲，迄当阵啊，咱嘛无想到有通机会赢遐济，真正无想到。代表会态度咧？
代表话拢真支持，我发现大家若有共识吼，伊会听会落，你甲解说甲说服拢无问题。即个无简单诶，别乡镇我无想中华26乡镇负责较侪，还是无？你有了解无？别乡镇？以我若无记毋对吼，我上任诶时阵，中华县26乡镇，剩2个乡镇有负责啦吼。剩2乡镇。第一个是咱阮分行，另外一个我若无记毋对，真歹势吼，应该是鼻头300外万，啊，阮当阵阮是3000外万。你接入迄阵啊？阮是上尾。接入迄阵。嘿，负责着即2个乡镇，啊，阮是第1名，上尾啊第1名。啊，即摆有春钱诶。剩2亿外。无，别乡镇有人春钱。这个我无去甲了解，但是我家己吼，安尼沓沓粒，剩2亿4千外万。地方自治吼，毋通开钱啦。迄阵黄石城到周先到这到后壁，拢有春钱啊。后壁就一直借钱，借到遐限度吼。啊，着足熬着对啦，但是迄负债就是后代咧还啊。是，啊，对地方的发展嘛无好。毋好啦，毋好，你钱爱开伫有路用的所在吼。是啊。有个所在厝啊起咧，人你讲厝起了，足中央补助来讲，迄厝起了嘛是爱维护，啊有咧利用嘛吼。所以伫遮吼公所无咧管国校嘛，无咧管国校是。教育权伫县政府。县政府代志啦。啊，我管的是一个乡立的幼稚园，一间。恁几间乡？一间。一间伫龟仔嘛。无，伊是伫阮较偏僻的一个所在，伫迄个古生物游乐园。古镇遐遐。古生物游乐园遐一个游乐园下边啊。爱厝上诶。拢公所的。无是新起诶，还是本来就有？本来就有啊，我接任就有啊。幼稚园一间诶尔。一间。我上任甲算诶吼，甲即马头有开2000万诶经费伫遐淘汰一些硬体设备，甲囡仔诶所有诶环境诶周遭诶设备，啊甲硬体啥物拢。别村你敢要要求安尼设幼儿园？咱规乡诶，就是迄间啊，毋是讲一村里一个幼稚园，毋是。是无必要犯罪啊，但是别乡镇像过来敢要要求讲叫恁设幼儿园？无啦。袂要求。袂。迄时安怎袂要求？因为咱幼稚园对咱乡诶来讲，一间就有够啊。人口无遐济，啊囡仔无遐济。是吼。啊，交通呢？为恁遐过来算起是足远嘛。啊，阮有交通车，囡仔交通车接送。所以咱了解，小等下吼，因为咱今年对是咱的地方选举啊，县长、议员、乡长像代表即4项嘛吼。县长、乡镇长、代表议员4种嘛吼。啊，若乡镇佫分起来，就变做6种嘛。啊，所以足大，你知影讲乡镇要选议员吼，现在得甲咱听众朋友介绍讲。你的理想是倒位，啊，当然，大家咧关心着县长的选举，小等来讲，好，像听一寡广告，再继续来进行。多谢各位大家稍等者吼。稍等者哦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咱过来进行，我是姚嘉文来，你是？我是云龙乡长林世明。过来进行咱厝边隔壁做，你都咧讲乡长，咱即摆，我知影即摆面对选举啊。县长来选举，乡镇长选举，议员代表来选咯。啊，你是要来选即个议员啦吼。是。啊，都是无共款啊，议员管是全彰化县啦吼。是。啊，彰化县，因为恁即地法院啊，管全国的吼。啊，你彰化县，咱彰化县问题足多啦。彰化县其实全台湾吼，除了5岛以外，人口上多。是。一直拢无发展啊！你选你做即个议员吼，你有啥物观念？咱彰化县一寡问题是安怎？你议员？好啊。伊像咧讲的吼，彰化县的问题足济啦吼。啊，我首先来讲一个
我的亲大姊是伫新北市吼立法委员林淑芬啦，吼最近电视嘛新闻有定定看到伊吼，这受大家疼痛。我较早我拢伫台北嘛做伊的助理，伫地方咧服务，所以我应该是讲我一生会行政治这条路受伊上大影响。2014年我倒来为民国，伊当初选县长，我来甲斗3工了后，去伊遐斗服务啦吼，伫县长室做秘书。好，即个过程当中，当然我到尾仔走来咱立委黄秀芳遮做助理。这是我简单的一个过程。2任的乡长到任，对我来讲，即2任咱有真认真的服务，甲分行该做，我拢真负责任，共答应的，共承诺的，我拢做甲到，而且做超过啦吼。这就是一种政治的责任吼，政治责任。你该安怎你就做好到，尽量去做。煞来就是讲2任到任我想要来参选着咱中华第1选区中华花坛分行的议员的选举。对我来讲，咱即选是无分区了啦，都中华分行花坛算一区的。第1选区中华议员的第1选区选几个？咱顶一届13个，但是人口中华即区的人口数。人口减去，所以议员的席次搁减一个变12席，要32席。咱党的提名几个？提名6个，一半一半，这表示咱党的真对就是保守嘛减一席，但是愿意搁继续提名6个，安尼来服务大家啦。我咧讲是讲，拄则院长有咧讲。6都以外，中华算人口上济，但是我迄当阵咧伫为民国迄当阵我会记得人口数搁125万啦。125万，安尼算来甲即马我若无记毋着，应该剩120万啦，121万吼。有减啦，有减。我若要增加，看会变做燕霞思维就无法度咧。即马就是讲，哪会减去？这对一个地方政府，尤其中华县政府来讲，这是伊上大的课题。为什么经营一个县政，你无法度甲即个局势来扭转以外，就是讲。吸收外，不但吸收，搁大拢搬做。对，搁有另外一点，搁较危机的，就是咱劳工的薪资是全。6都上低6都莫讲，就剩上低啦。就上低，咱遮劳工基层的蓝领阶级者，伊竟然伫中华，伊的趁食是其他的所在内底来比拼来上低。咱来想想讲，这一定是出什么大问题。咱嘛知影讲县议员。嘛是咱要来监督着咱的县政，所以县政即个部分，我想咱嘛要监督未来的县政府，咱的县长，伫伊的政策内底爱有对症下药，袂使干那含含糊糊，想要哗众取宠，想要做一寡迄种无意义的工课，应该是爱甲人口甲劳工即个部分，应该爱集中来迄落看嘛要安怎解决。搁另外一个就是讲，我的选区内底中华市即个部分咱来检讨铁路高架化即件代志已经舞30年真正足恐怖的30年咱一个囡仔已经是30岁搁来东区扩大都市计划，这实在我嘛。东区是。咱台湾地台湾地。嘿啦。这个代志嘛拖较久实在讲诶，咱嘛要想要入去县议会来问相关诶局处，恁到底有啥物看法？包括着讲这个工课是要安怎？我有请议员，嘛有请数学啦纯属诶县长虽然来遮讲，咱分开讲啦到做铁路高架化本来中华比越南较早做，叫人越南做。对，安尼。你了解是啥物问题？大家咱老实讲地方政治中华因为22
22万人口啦吼，大家有一寡想法拢是无共款啊，都是为了自己而发生啦吼，啊伫遐拖啦吼。啊，像啊，这12个议员，县政府若阵无啥愿意出钱嘛吼，是毋是安尼？这还是有其他因素？这爱就是我希望讲深入去了解遮的一寡问题，啊，毋则讲留机会来做议员，我真想要去了解讲到底是拄着啥物问题，因为你无去问遮的局处啦，问遮相关的单位。我有听讲，若阵中央愿意补助，因为中华的高教化是一个重点的问题啊吼，就是你看台中当然台中啦吼，台南你看做烟消水拢解决啦吼，啊，那园林都解决了啊，园林高教化就继续发展啦吼，啊高教化迄个地下的地面的吼，会面嘛当利用吼，对啊，对啊。继续方便嘛。因为你无高架化吼，彰化市就是用破做两边啦。对对。啊，这伫交通上吼，经济上啊，发展上吼，前也后也袂通嘛。对。还佫迄个做地下，伫行迄马祖咧行小拍是迄个所在。对。交通的一个纠结的所在吼。对。足大的影响，对彰化市来讲啊。所以，我也毋茫讲你议员若选调了，爱注意者。阮伫彰化咧大学感觉，彰化人见讲彰化是安怎吼？就顶摆讲彰化要做啥物，做元宵灯节，啊，县政府无爱做。迄件代志我嘛袂了解，县政府是到底是啥物原因？啊，钱送到位叫你办，伊讲无爱做。这咱是无法度理解，因为吼，事在人为啦吼。我会记得屏东县政府人因伫当初咧办迄个我有去，我较前日有去看。啊，办甲煞出名起来。啊，伊迄县长公文厅甲内底讲，伊都要安怎合做企业界吼，互因参与。做广告足简单啊，都足侪人，啊，毋是干屏东会公司，外地嘛做一个门户啊，一馆互伊去有招做宣传。啊，彰化敢袂使做，彰化嘛足侪企业啊。是啊。啊，彰化附近台中、云林，遮嘛是有真侪企业会当做广告啊。其实全国性广告、饮料啦，啥物，吼啊，啥物。什物物件咧卖，拢是全台湾咧卖啊。我咧讲遮个活动，虽然中央补助一部分啦吼，地方家己出一部分，更加大的力量是来自遮个民间企业家啦，讲遮个。对啊，伊对伊来讲无了啊，因咧广告费，伊可能广告效果足好呢。是。开钱伫用个电视咧广告，啊伫遐，我看因咧所在创一间。接待所啊，一个馆啊，啥物货吼，啊，搁大门咯，啥拢，阮去看嘛，因都讲，因讲根本钱拢无问题啦，屏东一边吼。啊，事在人为啊。事在人为都毋对，都无毋对啊吼。啊，即摆要搁轮到咱，毋知轮到当时吼。顶摆无了，就要屏东捡去办嘛吼。煞落毋知是，即个爱问煞个来看伊有决心无。即摆未来的县长，我感觉是真有可能真大的机会会当来执政啦吼。啊，这执政当然咱徛伫监督的角度，但是对伊的期待嘛真大。毕竟吼，即摆中央是咱家己的中央政府，我相信吼，地方若有啥物遮的困难点，大家咱讲的啦，共心啦，啊嘛政治选举莫遐济啦吼，啊立场莫分啊遮清楚，应该是无啥问题啦。对，是无合理啊。第二，你讲东区的都市，你讲台中哦，一支就发展起来。啊，东区的所在，过100公顷呢。啊，先怎到即摆迄个都市计划还袂通过？我嘛毋知，啊，所以需要爱来研究者。对，我是知影有即问题的，我毋知影。顶摆有议员来遮参访，
则伊讲伊有讲一寡理由，我嘛感觉无足深入啦吼。咱中华若要发展吼，就两条路，中华敢要发展两条路，一条就东部，就是东区迄部分。对。第二个是发展为花大即边去嘛。无为溪湖迄边去吼，无咱中华市是已经伤歪咯嘛吼。分两迄边去就较困难啦。较扁脆啦。较扁脆，人讲，就无得为溪湖迄边去吼。中华市中华县中心，毋着为咱隔壁为花大去。上简单是东区的都市计划。对，迄块地真大。无咱中华无法度像台中讲有啥物1期、2期、3期，人迄土地够宽。这无法度比啦，因为毕竟台中因迄1期、2期、3期较宽，安尼豆豆发展，迄嘛无啥物阻碍。无咱中华是要台中较早有呢，咱中华是建城的时阵，台中抑阁是偏僻的所在，是这历史会发。所以做议员当然是不一样，甲乡公所、甲乡长吼无共款，所以伊希望会当监督县政府提供一寡问题。像即摆要选举，今仔日阮伫一个所在伫咧开讲的时阵，下昼时就咧讲起讲区建府吼。区建府当拖动出来选吼，这是种害的。咱顶摆台东县长刘兆豪吼，逐摆拢选，选伊袂着，害着咱也袂着。所以就足奇怪，你到底是咧选啥物意思？咧帮助国民党嘛？对无？你出来选也袂着，党也无甲你提名，党以前甲你栽培做地方委员，咱即摆嘛别人要选。你出来你也袂着，初选你也变输人啊！你参与一个政党，就是一个纪律啦吼。对。像吴建伦嘛是共款的，你敢拼初选拼输吼？是。当然是别人袂使讲，安尼我嘛要出来选，所选就从，你家己也袂着，得到好处的是啥？当然是对方嘛。你感觉安怎？即个问题感觉安怎？其实吼，政治是爱有智慧啦吼。我想，区政市长伊对伊来讲有足侪抱负的。我嘛看伊参选的记者会吼，有足侪愿景的。对伊来讲，伊嘛希望对中华会当贡献伊家己的遮个迄落。知啦，你讲像即摆林世贤，伊就搁倒来选议员啦，过来个做法啦吼。林世贤伊嘛讲伊医生吼，伊嘛会使做县长，但伊就倒来选议员。而要做县长也时也稳呀，足侪原因。时也稳啊，稳也免。你搞做市长了，当然是县长啊，毋是安尼讲啦，吼。中华市长几个去做县长，无几个嘛。我发现吼，敢若咱彰化市安尼要出一个县长，敢若无效。对啊，真侪拢立委较侪，立委是国代去做县长，讲彰化市长要去做县长，好像我记忆上。院长，你感觉是啥物原因？人口数上济，彰化县要出一个县长，敢若较无迄落。国民党时代当然是国民党伊咧决定要选举的，若从民进党时代吼，民党有足侪原因啦吼，像咱民进党几个县长拢毋捌连任吼，其实足侪拢党内问题啦。是。党内问题，咱已经有3个嘛吼。对。3个县长吼，拢无连任。国民党会当连任，咱袂当连任，足侪拢家己原因，包括咱执政的方式，县长本身的作风，有搁真侪原因啦吼，有当要深入研究就话了了吼。无彰化其实政治风气有改善啦，从民进党了有改善的，比方买票吼，也是有改善乌道啦吼，刷一寡车。污染吼，环境的种粪扫咯，啥物？迄粪扫虽然讲是地方的，是公所的代志，但是有牵涉焚化炉。对。阮迄阵就想要怎么做焚化炉，
当然嘛，足侪人反对啊。反对讲啊，我讲胡马路做了偌歹啊，但即摆若无胡马路，你伫林附近足侪所在本事拢无当谈啊。咱家早迄当阵也有做。啊？是毋是安尼讲？当时安怎？我讲焚化炉有做啊。有做啊，但是要做就先叫做管理的时阵要做啊。都有足人咧反对啊，民进党人有诶候选人嘛咧反对。其实迄阵咧讲焚化炉诶缺点，我讲偌歹听咧。地方人惊要死，结果你较早迄阵较严重诶时阵，粪扫堆粪扫一堆起，雨湿一大堆。安尼我有印象，我做囡仔诶时阵吼，应该嘛是周县长诶时代吼，阮咧粪扫拢咧溪坎着甲拼咧啦。对啊，嘿啦，环境偌歹。淹水有淹安怎佫中华八卦山嘛用个叫做山坎吼，从石胶无坎起来，铺起来就吞诶，石灰蓝蓝诶。你落雨吼，迄石胶若破。对。水就流去地下室，对。流水地下落去，所以你讲咱民进党家己是安怎，县长袂当连任吼？当然有足侪原因，客观环境甲咱党家己本身运作诶问题，另外一党，你慢慢你就知啦。嘿啦。有足侪问题啦吼。当然我是拄好为分行两任乡长。来吼，可能爱豆豆去了解着咱中华会团吼，遮个地方诶，甚至大中华安尼。恁已经，恁即代会做议员已经有考，我较早议员咱讲啥物服务啦吼，我讲好用价啦，服务啦，一人当选两人服务啦，我著讲我一张票一细情吼，我拢欠咧一细情，拢无讲着讲议员是咧监督县府诶。对啦。国民党时代讲做府会一家吼，拢家己人吼，拢伫党啊，国民党诶做县长、议员拢因诶人吼。府会一家是错误诶啦，府会一家是党诶是一家，但是咧县政是工作无共款，县政府是行政，议员是咧监督诶吼。监督毋是讲到共党就袂使监督啊。较早国民党讲府会这是错误的观念，所以你也讲府会做监督，这就是有一个进步。我希望你会用迄个好，你会用看板，毋通写讲吼，我要为民服务了什么，想慢慢写一摆。无啦。一摆，迄是动我啦，有代表会还佫勉勉强强。若讲议员已经。所以强调，我是咧监督，毋是咧服务，服务是附带啦。我足不爱写种好用家啦，一人当选两个，然后无服务啦，还是讲做20小时服务啦，等。是。我逐日有听你讲监督，即句话是足正确啦，足正确。因为监督即个物件是咱要去甲一个县政府吼，甲伊一寡政策，甲伊的一寡预算，甲伊的一寡工课吼，会使莫行了伤偏啦，会当讲会有一个担啊，讲我啦。就是咧共党伊若好，咱就甲支持啊。但新早讲这代志好，咱嘛甲支持。对。你若讲因家己吼，咧做一寡工课，因家己。无啥有意识讲这安尼做是有偏去，还是安怎？咱第请做一个议员，咱该甲提醒就该提醒，该监督安怎监督，爱讲啊。所以这个议员的责任是监督，民意代表责任监督。当然，嘿啊。毋是服务，服务是附带。咱足侪百姓，甚至有诶议员本身吼，立法委员嘛足侪啊，拢伫婚丧事情咧走，无去咧开话吼。我较早做立委诶时阵，定方嘛就讲，无去走花。讲你若无做，等下阮增加安怎？我咧开会立法委员无开会是要创诶，立法委员甲议员无共款。立法委员开会时间较长。对。你议员一年无几遍嘛？议员诶代志也较简单吼，立法院诶代志也较复杂。所以你讲立法委员搁伫地方咧走摊婚丧事情。迄毋是立法委员的工课。对啦。坦白讲吼，
若要走团，就免读册啊，无免研究。但是台湾的政治有伊的文化的即个部分，啊，过来就人情的即个部分啦吼。啊，但是要安怎取得平衡，这实在咱逐个爱搁较有智慧的。但是爱进步啊，就是讲选民毋通期待。咱咧看即个立委吼，还是议员好歹，就看伊是毋是有做到民意代表的责任。对，讲讲啊，倒来走摊来阮兜泡茶啊，好歹大夫来安尼就好。对。吼，迄当然无影响伊的职务，较接来是亲民啦。对。但是迄毋是主要的啦，我来讲吼，今仔足欢喜哦。谢谢。阮两乡长林世明来咱电台节目出面隔壁。大家讲真侪吼，今仔多谢谢明义要做乡长，希望你预祝你啦，股票当选啦。感谢院长，互我即个机会，甲大家来讲一寡代志，谢谢。甲恁姐姐师分，甲问候问好啦。好，多谢院长。多谢，再见。